最近你唔帶住我qua香港，墨西哥啲富豪請佢搭飛機去教人，去嗰啲山莊成個山區嘅，教幾兄弟都係專業人啊、律師啊、法官啊，我哋總之係高檔次嘅使人，佢單教幾兄弟。喂，中國人呢個面子，中國香港人，我哋值唔值得鼓掌啊？好。我唔好意思，我冇問佢收幾錢學費啊，呢個商業秘密嚇。但係總之咧，作為一個武術中人，作為一個香港人，好值得驕傲，溫馨。喺度多謝大學多我宣傳。其實我一向都好低調，因為我嘢唔叻，功夫亦都唔叻，所以今次得個咁嘅機會喺度嚟到大家見面咧，其實我開心嘅。多謝我識佢，70年我已經識佢嘅，到而家不離不棄咁，仲係依然大家好朋友。多謝。話佢好謙厚嘅，70年代嗰時我好似我啲徒弟好後生啦，咁我通身都係火，咁啊對於武林啲嘢好注意，就聽講話有個師傅教特種部隊教鬼嘅，你知即係人哋教鬼好叻㗎嘛，咁我上去敲門咩料先，咁啊上去敲門，你見到佢。咁你一見完佢都係間冇帶上嚟，嗰時唔知死啊，會唔會俾人抌一身？可能俾人抌一身。嗰時我110幾磅，依家都有140幾1幾啊，跌低嗰個一定係我。但係啊，溫馨咧就自從嗰開始咧，我哋係朋友，雖然見面唔多，但係都係心，即係係咪用心講？佢有時一定揾我，我有時揾佢，所以今日唔少得。啱啱眼中50年。好啦，嗱咁樣咧，多謝晒嚇，阿取 Sir 啊，不如我哋咧係咯。同阿大師講呢本書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大家係咯，一路坐一路傾偈啦，我哋。講翻今日個主題。Jackie， 我既有請 Jackie 大哥嚟同阿校長取 Sir 係啦。書都有份嘅。好。有請雷校長。有請雷校長嚇。冇咁講，我只係講兩句。就我同阿取 Sir 共事咗咁多年，佢始終係我心目中嘅英雄。亦都係只有英雄先有咁嘅資格去寫呢本書。多謝。好，要你嘅掌聲，多謝徐校長一針見血。咁啊，阿周講啦，阿杜租係啦。書中又有佢份，有咩分享？阿租教授。一針大師，你對於你嘅故事落咗呢本書，你有咩睇法？佢係追蹤隊㗎。本書裏邊冇介紹我係一針大師。係有，即係我比低調嘅仲低調。有晒，因為説話一定要真，人哋中意聽你講。今日同所有宗師行嘅禮先，小弟都係武術界一份子。如果唔打得，點樣保護阿取 Sir？不過我係周身槍。如果武術界裏邊咧拳快能夠槍快，同唔同意啊？佢當兵咬你，離開咗政府，入咗英兵。喺廉署好低調咁離開咗，做咩咧？俾軍情五處拔尖，過咗英國接受特訓。我翻嚟係開創咗私人投資嘅 Hong Kong Shooting Club，取哥造就咗好多金牌冠軍，係嘛？喺晒呢度，好多拳王，我造就咗好多射擊冠軍。不過而家收山，唔教開槍。而家我教人點樣長命啊嘛！一開槍嘅。開得槍嘅中槍嘅10，我諗10個都玩完嘅。如果俾我打中嘅話，咁我係講咁多好啦。多謝大家捧我捧嗰個場，多謝咁多位。多謝晒周教授，多謝請教授嚇，多謝晒。好，以你嘅掌聲再一次多謝周教授先好嘛？好，多謝晒咁多位公司啦。咁啊交代。取 Sir 啊，不如咧係啦，我哋而家重點咧，我哋打翻成本書好靚嘅，俾大家睇下，同埋咧記者同埋啲攝影師影張靚相先。嗱，咁其實呢本書咧，我知道個命名咧都非常之特別嘅。呢個書嘅命名咧，大家記唔記得係乜嘢啊？風雷係咪啊？係啦，我哋今日個 backdrop 都寫咗好大隻字風雷。咁其實風雷咧呢個命題咧係出自量子墨客咧魏士傑先生書寫嘅喎。我知道魏先生都喺度啊，係咪啊？晏啲都上嚟啊，未住未夠鐘。OK， 好啦，咁咧因為咧就係你而家請阿取 Sir 講下本書，係啦。呢個好多人問點解揀風雷兩個字咧，唔揀風暴咧，或者風雲咧？其
其實風雷呢兩字意好深。如果你睇歷史咧，咁多朝都有人用過呢兩個字。其中舉個例咧，明朝嘅時候有個文學好出名嘅，叫袁宏道。咁啊袁老師咧，佢就有一句講得好靚，佢話咩？將軍起馬上，即係將軍個風人起咧，就喺馬上，即係征戰啦。咁就鐵腕，跟住點啊？風雲順，風雷順。咁呢幾個字代表咧，其實好深，即係話你做將軍咧，一定要打仗，你先有機會起馬上。但係起馬上咧，戰爭係殘酷㗎嘛，風雷就係戰爭。咁風雷點樣處理咧？就梗係唔打唔得，有時一定要打啊，就要速戰速決，唔好令生靈塗炭。咁所以佢用個順字用得好靚，鐵腕軍令如山。但係軍令如山唔係代表你執着，只係你堅持去做你應該做嘅嘢，應該打嘅仗。但係要個順字好緊要，係盡快結束。打要快，贏要快，結束都要快。所以我好欣賞呢句。但係你再往上推咧，風雷兩個字咧推到係距離而家咧係2000幾年前，喺《周易經》裏邊有講風雷一卦。哇！呢個卦第42卦好深嘅。如果有研究學嘅朋友咧，一定接觸過風雷益呢個卦咧，其實對廉署嘅執行啊同埋管治咧係根本係絕對係完全係無瑕嘅，係100%符合。但冇人去研究喎，對政府都係。所以有機會有時間，我鼓勵大家去睇下《易經》風雷益卦第42卦，係非常有意思嘅一個學問。好啦。咁攞咗呢個名，呢本書代表咩咧？係咪一字一類咧？但係揭呢本書咧，裏邊每一字每一行都係香港嘅同學，我有份，香港有份，你哋大家都有份。所以我唔寫呢本書咧，自己係有啲失誤。多年來好多朋友問我 Alex， 喂，你嗰時做得幾好喎？點解做下唔做啊？唔出嚟服務下大眾啊？我4個字有口難言，說來話長，唔知點答。撳電腦咧，撳到 YouTube 好多資料，但係都冇解釋我點解離開政府，都係唔清唔楚。所以最後咧都要寫呢本書就係交代。咁呢本書咧就交代。咁講翻轉頭，當年咧93年立法會係有聆訊過㗎，有一個判決，官方5個理由，佢話5個理由都不成理由喎，零喎。但係專員對我唔滿意係合理嘅，啱啊！老細炒夥計啲使理由啊，老細話咗算嘅話，理由係多餘嘅啫，啱唔啱啊？老細唔中意你又拜拜嘅啦，我完全冇異議。咁喺呢度順便咧，多謝當年立法會咧，俾我嗰5個零，其實即係俾咗清白，俾咗5個。咁我一啲限額都冇，我覺得佢哋都已經非常公道當時，話5個都不成理由。但係我出咗嚟到底係贏嘅輸咧，我覺得自己贏咗。點解咧？因為關於呢本書咧，我睇到咧，處裏邊好多職員咧，咁多年喺個處裏邊咧，受人抑壓、封閉或者內部壓力，搞到佢哋健康好嘅，病嘅病，離開嘅離開，甚至有好多自盡嘅，了結生命，好遺憾，我幫唔到佢哋。舊年24年有一個姓李嘅，好高級，退休。都墮樓離世，當時我同佢曾經共事，亦都冇機會同佢話別。書裏邊提幾個離開咗，我都因為政治理由，我唔可以同佢 say goodbye。我呢本書係送俾香港，亦都係送俾佢哋，即係當係我自己一個人能夠做嘅嘢，就係將個歷史交俾大家。點樣判斷你哋自己判斷？但係我咁講句，我講嘅全部係真嘅嘢，真故事。呢本書唔淨止寫我自己，我仲都寫埋一堆副刊，就係我嘅學生，由88年跟到我而家，前後都38年啦。今日咁我好多學生喺後邊，今日我冇教1萬人都教咗8000幾個，咁啊冠軍都56個，各樣形式嘅，職業業餘男仔女仔咩拳都有，太極都有。阿澤喺邊度？阿澤都係太極老師嚟咗我之後，對方重佢10幾公斤，俾佢掟到飛起，啲力都唔同。阿澤叻仔，繼續努力，唔好放棄。呢
其他門派都好多過嚟我度深造啊，或者係增進了解啊咁。我係來者不拒嘅，我對於武術完全冇門派嘅。你有心，我有力；你冇心，我幫唔到你。我啲學生就啲學生陪咗我走咗30幾年40年，依家仲喺我身邊嘅。孫建華喺邊度？一陣你出嚟啊！呢、個四條金腰帶打過2個中國拳王，當時係即係鹹淡水時間9、7次喺大陸打比賽係好辛苦，因為嗰啲例又唔清楚啦。我哋冒死都係打，輸都唔緊要啲，但係佢冇輸打和，同少林冠軍打和香。咁佢喺香港無敵。我啲學生好失敗就咩？好快失業，個打幾場個人肯打失業。咁呢冇辦法啦，失業啦，條命咪向外發展啦，去打國際賽咯。咁帶佢哋去多個地方揾錢，佢哋去打攞牌，咁好多都好爭氣。黃宇生喺邊度？黃宇生呢個咧就係喺北韓攞金牌嘅。北韓你請佢去旅行，佢都唔係冇嘢玩嘅，佢攞金銀牌。啲外國選手200萬嚟恭喜佢，呢個犀利啲啊！咁呢家係專業教練，我好多學生都係做師傅嘅。咁我大開心就係個個都係正人君子，係香港人驕傲嘅。咁喺呢度講到呢度咧，交翻俾思怡先。多謝晒啊！到時我哋再一次熱烈掌聲，多謝晒許 Sir。係啦，咁頭先咧 Grandmaster Choi 咧已經講咗呢本書，集合咗廉政香港歷史呢啲秘密嘅故事，係啦，咁同埋一啲咧大家唔會知道嘅一啲特別嘅 secret 都喺入邊。講心態咧，其實都幾矛盾。當年我做到從嗰個做到頂嘅時候咧，係一出戲裏邊嘅吳老生啦，衝鋒陷陣，奮勇殺敵，沙場滾滾，贏來不少掌聲。但係講唔到19年後一日無端白事瞓醒覺，個角色變咗，唔係做主角，唔係做武生，做咩？做歹角啊，做石堅叔個角色。你話係咪好尷尬？但係唔緊要，人生就係咁。如果冇嗰日，我唔會今日企喺呢度，令我更豐富，令我更強。我第一次企喺擂台嘅時候咧，喺泰國，我當年係應該係26歲嘅時候，喺山巴士香港我翻嚟打嗰啲係咁試下，因為好奇。當時我練咗8年泰拳，我冇贏到，但係都冇輸到，打和。翻嚟痛足1個禮拜，全身冇一寸肉唔痛嘅。咁我諗啦，點解個後生仔咁細年紀，我起碼大佢7、8年，打到我咁痛咧？我喺香港都冇有怕㗎啦。翻嚟我對於痛人生嘅痛嘅感覺咧，係入咗個新嘅層次，所以我唔怕痛，我唔怕女人傷害我。你放心，我今日唔會傷害你嘅，我寫晒落嚟代表大家，好唔好啊？係啦，嗱，咁我哋咧再一次熱烈嘅掌聲，係啦，恭喜係啦，我哋 Grandmaster Choi 多謝佢。